当然是看图表达题。看图表达题很用办考，我们会在电脑上看到一张图片，然后我们要根据语音和文字的说明，用客语回答问题。开始作答时，音档会提示请回答。作答的时间有20秒，请大家充分利用时间作答。看图表达的策略是要先观察图片，确定题目的要求，比如他会要求你要讲几样，或者问你有什么感受。回答的时候，我们要尽量的完整，人、事、地都要包含。我们也可以去题目里面截取相关部分的讯息。接着，我们来练习一下。这是公然地图嘅广告，有老大家讲两项总得做嘅事情，请你讲出总得做哪条事情。请回答。我们试着从题目里面截取部分讯息，来完整回答。答案可以是：公然地图嘅广告。就老大家讲，总得做嘅事情，不可以做的事情。这是从题目里面截取部分讯息，包含人、地。接下来看图，我们要了解一下有什么事不可以做。不可以丢垃圾，还有摘花。我们会一口气回答。公然地图嘅广告，就老大家讲，总得乱丢垃圾，还个摘花。你咪做得安样讲？伫公然地图，大家总得乱丢垃圾，还个摘花。我们来看接下来这一题。根据两种不爱错嘅图片，请你说明一下。应该按样本哪条音选错呢？请回答。我们试着从题目里截取部分的讯息来完整回答。答案可以说：不爱错，应该爱选样本录音架，有信号嘅音，相同模仿片嘅音，还个男声音嘅音。接下来这题，请你讲看啊，第5辈是阿爸也是阿妹，第个图声音呢？你去到样板，请回答。题目问：你觉得怎么样？我们试着从题目里面截取部分讯息来完整回答。记得哦，人、事、地都要包含。我们的答案可以说：我看到第5辈阿爸老阿妹两沙强下吐声音呢，我去到当好。